老师有说过不可以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吵架？彤彤姐姐，点点随便跟陌生人讲话，还差一点跟人家走了耶。跟赏枫影走了？是跟陌生人走了。哎呦，赏枫影就是陌生人啊。老师说过要帮助别人啊。因为那个人不认识路，所以我带他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点点，帮助别人是好事，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你还是要注意啊，不可以随便跟赏枫影走。你可以去请那个人找警察贝贝帮忙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小心的。那学了赏枫影是陌生人之后，我也来教你们说自己人的客家话，好不好？好。自己的客家话就是自家。自家，没错，自己人就是自家人，自己人自家人。彤彤姐姐，自家人是什么意思啊？自家人就是指家人或是很熟很熟的亲戚朋友啊。所以彤彤姐姐是自家人，点点呢也是自家人。赏枫影，陌生人；自家人，自己人。彤彤姐姐，不好了啦！这回亮亮被陌生人带走了呀！亮亮被赏枫影带走了？对啊。不对啊，那个人是不是穿黄色上衣、白色裤子的人啊？喂，彤彤姐姐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呦，他不是赏枫影，他是自家人，他是牛奶哥哥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赏枫影，自家人，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张磊亮。